农业部成立辅导团队要协助业者来改善饲鸡的环境，让两家产业一当转型。农业部嘛表示讲目前改善率干那1成尔，要转型佫需要消费者的支持。这几年来，受到气候和禽流感季节影响，佮加上巨型的两家场环境无好，对两家产业造成真大的冲击。这几年来，农业部成立辅导团队，协助业者改善饲鸡的环境，结合现代化的管理，推动两家产业的转型。它的产蛋率最高89.4%，那传统畜舍的部分是75.8%，提升了13.6%。那另外，导入智能化的环控机舍。它也可以去节省它的人力，像这个4到5万的蛋鸡的饲养规模，它只需要2个工作人员就可以轻松管理整个蛋鸡场。农业部协助业者引进水电通风、甲治冷设备，佮建立鸡屎的打扫处理系统，降低饲鸡场的臭味和病毒传染。也毋过，这个改变拢会提升饲鸡的成本，所以鸡卵就会变较贵，可能会影响消费者买的意愿，所以嘛需要消费者的支持。目前如果是水莲加动物大概10% 左右，一方面也跟市场的拉力有关系。比如说像动物福利的蛋，它会比较贵一些。那如果大家认知到动物福利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就会一颗蛋或许多花2-3块钱或者几块钱去买这个蛋。针对农业部的政策，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表示，台湾两家产业的环境绝对是真需要转型的，上主要爱以两家的动物福利为主。鸡仔有好的生活环境，才会当带领规个产业做伙进步。记者桂宗林、林克凯台北报道。